好多女性咧都覺得色斑同埋皺紋咧係孕婦同埋年紀大嘅女人嘅專屬特權。咁其實咧，色斑同埋皺紋嘅出現咧，唔係完全因為年齡而決定嘅。塊面生斑啦，有皺紋嘅原因係好複雜嘅，除咗同年齡啦、遺傳有關之外，作息唔規律、唔注意防曬、化妝嘅方法唔啱、營養攝入唔均衡等等，都會令到皮膚失去滋潤啦，冇咗彈性啦，出現色斑同埋皺紋呢啲咁樣嘅皮膚問題㗎。咁所以咧，如果想延緩皮膚衰老，同色斑講拜拜，除咗要做好日常護理之外，仲要注意飲食營養啊！我哋建議你補充維生素 C 嘅。維生素 C 咧係合成骨膠原需要嘅營養，足夠嘅維生素 C 咧係可以促進骨膠原嘅合成，令到皮膚保持健康有彈性，亦都可以避免皮膚氧化，幫助延緩衰老㗎。我哋仲建議你補充維生素 E 嘅。維生素 E 咧係能夠維持皮膚嘅完整同埋健康。當人體嘅維生素 E 充足嘅時候咧，皮膚會睇起身會好有光澤㗎。維生素 E 咧亦都係好好嘅抗氧化劑，佢可以有效咁樣幫助皮膚抗衰老。我哋平日咧要盡量少食啲刺激性嘅食物，避免過度嘅食煙同埋飲酒，因為呢啲都好容易令到皮膚失去水分，過度乾燥，最尾搞到啲皺紋出晒嚟㗎。因為長期唔夠瞓啦，係會加速皮膚老化，令到色斑同埋皺紋提早出現。所以我最後建議你每日要保證瞓夠7個鐘以上啊！今時今日保命要緊啊，保持營養均衡，疾病拜拜。記得點讚同埋轉發俾你嘅屋企人喎。